你夠唔夠膽相信啊？用羅漢果加埋呢幾味嘢一齊煲水飲，可以將你呢度幾十年嚟嘅陳年老痰全部逼晒出嚟。咁睇完呢個視頻，你就會明白啦。最近換季天時，有冇朋友覺得呢度總係有痰頂住，吞又吞唔落去，咳又咳唔出嚟？咁今日呢個方法，你千祈唔好錯過，記得多啲煲佢嚟飲啦。不過我勸你千祈唔好飲得太頻繁，唔係嘅話，我驚你喉嚨呢度好似裝咗空調咁，清清爽爽啊！呢個方法喺古書入邊係有記載嘅。古人認為脾係心痰之源，肺係儲痰之器。呢兩個地方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，我哋嘅身體就好容易會出問題，留低好多手尾。所以話每年嘅呢個時候，我哋都會一個禮拜煲佢1到2次。如果話你把口經常又乾又苦，而且嗰啲痰係又黃又白，又或者齋咳冇痰嘅，咁就講明你身體入邊嘅零件已經損壞咗。唔理你係40、50定係60、70，甚至係80、90都好，呢個方法記得認真收藏好，多啲煲佢嚟飲啦。今日呢，我將呢個方法最後一次毫無保留咁免費分享俾大家。驚記唔住嘅，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順手將佢轉發俾你關心嘅家人朋友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首先我哋準備一個羅漢果，咁羅漢果唔單止味道回甘，仲富含各種氨基酸，然後再去準備一個化州雞紅，將佢切片，煲嘅時候再加埋茯苓、甘草、雪梨乾、陳皮，倒入2碗唔使錢嘅豬肝水，冚蓋煲佢半個鐘就可以飲啦。呢個搭配既滋潤又營養，古人稱之為清痰飲。喺古代有條件嘅大戶人家，包括皇宮嘅御膳房，每年嘅呢個時候都會經常煲呢個湯嚟飲，解決咗好多人嘅大煩惱。咁用嚟煲湯嘅食材，大家可以自己準備材料，自己去煲。嫌麻煩又或者唔知道比例嘅，可以學似我哋咁買呢種提前搭配好嘅免煮茶包，每一袋都係用料上乘，科學配比，真材實料又有保證。每次一袋直接用滾水沖嚟飲就可以啦，簡單又方便。堅持飲翻一段時間之後，你肯定會翻嚟多謝我啊！商家正喺度搞緊大活動，一餐早餐錢就可以買到1大包，入邊整整有10小包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，馬上點開下邊嘅呢個鏈接，帶翻屋企試下啦。由今日開始就用佢嚟好好咁愛家人、愛自己。